我仲記得上年喺某一次靈修裏邊提到有關我瞓覺嘅問題。當日我講嘅係有關睡眠嘅周期性。按研究，一個完整嘅睡眠周期通常會持續90至110分鐘，而每個周期裏邊又分開快速動眼期，亦即係發夢嘅時間，同埋非快速動眼期，亦即係身體真實得着休息嘅時間。而呢個休息嘅時間又會分成好幾個階段。簡單嚟講，呢幾個階段可以大概分成淺層睡眠同埋深層睡眠。淺層睡眠嘅時間其實係佔最大部分嘅。喺呢段期間，大腦仍然係喺度活動，所以喺呢段期間，大腦會將日間所經歷嘅事情整理，並且鞏固記憶。而深層嘅睡眠其實只係佔整個睡眠周期大約15%，而喺呢個嘅期間，身體係處於最放鬆嘅狀態，腦部活動係最慢嘅時候。而喺呢段時間，身體嘅組織會得着修復，同埋會喺裏邊身體嘅能量會恢復，所以呢段時間嘅長短就會直接影響到身體嘅健康。上次我都有提到，我使用緊嘅係一隻非常舊款嘅智能手錶，但雖然係舊款，但都一直監察住我最基本嘅睡眠狀況。當時呢隻手錶俾我嘅數據去指出我嘅深層睡眠時間好足夠，所以我係屬於優質睡眠嘅類別，因此我對我嘅睡眠都有一定嘅信心。我記得嗰次仲講，因着我每日都好忙碌，所以每次我都能夠好快咁入睡，而且好快就進入咗狀態，所以我每晚都瞓得好好，唔需要瞓好多都能夠達到足夠嘅地步。而呢一個亦都因着最近我終於迫不得已要換錶之後被證實咗嘅。新嘅手錶當然功能強勁，再加埋裏邊有 AI 嘅功能，所以就俾我知道更多有關我睡眠嘅狀況。而其中一個呢隻錶提供俾我嘅資訊就係我入睡所需要嘅時間。原來我每晚從上床去到瞓着嘅時間平均係少於5分鐘，而且我亦都繼續延續住我足夠深層睡眠嘅時間，從而俾我仍然對我而家身體嘅狀況保持住好大嘅信心。喺我上次提過呢啲之後，其實我有一次機會同一位醫生去傾到睡眠周期呢個問題。醫生同我講話，瞓覺其實要以一個嘅周期作單位，所以一唔就係瞓90分鐘，再唔係就要瞓夠180分鐘，亦即係一個周期或者2個周期嘅時間。佢話如果唔能夠完成一個嘅睡眠周期，就喺中間醒過嚟，而當周期被打亂咗，呢個係一件好辛苦嘅事，會讓人有瞓唔醒嘅感覺，而嗰次瞓覺嘅果效亦都會大打折扣。所以按住周期嘅規律去生活，實在係好重要。而我相信周期同埋規律，亦係喺神創造嘅時候一齊放咗喺佢嘅創造之中。今日我哋繼續讀耶和華賜俾以色列人嘅律例典章，而今日我哋讀到呢個部分，係同前邊有關日常生活嘅教導係唔係太一樣。我哋將會讀到嘅係耶和華教導佢哋喺生活並且喺信仰當中嘅周期。出埃及記23章第10節到19節。6日你要潔淨場地，收藏土sản，只是第7日要叫地歇息，不潔不淨，使你免當地強人有業地，他們所剩下的也少可以業。你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也要這樣辦理。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使牛鹿可以歇息，並使你皮嫩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凡我對你們說的話，你們要謹守。百姓的命你不可聽，也不可從你口中斷說。即日3次你要向我贖罪，
你要少得家在，照我所吩咐你的，到阿8月來所定的日期，也無甲餅切天，水也不可空手抄其話，因為你是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刮罪，所守的是你參工所整，勞碌的來初息之末，並到你代收倉，要守收倉罪。直尺的男丁要直你3次，抄記主耶和華，不可將我祭牲的血或有假的餅直當香蕉。也不可將我作着祭牲的脂油留到早生。地你守世初息之末，要上到耶和華你聖的地，不可用山藥膏抹的你這山藥膏。過去幾日，我哋讀到嘅幾個關於耶和華賜俾以色列人嘅典章當中所涉及嘅，似乎都係非常之微細，關乎以色列人喺社群當中生活嘅各項細節。而且呢幾日我哋讀嘅內容，有啲時候甚至會俾我哋感覺到有啲雜亂。但今日我哋讀到嘅，亦係整個律例典章接近結尾嘅部分，我哋就睇到一段好清晰、好有層次嘅教導。明顯地，呢段相對比較短嘅段落，出現咗3個唔同嘅週期。10至11節係一個其實並唔係太特別，今日喺某啲地方仍然會實行嘅休耕制度。然而同我哋所理解嘅休耕當中嘅目的係要讓地喺之後可以得着更好嘅收成唔一樣。耶和華俾佢哋咁樣嘅吩咐，其實係繼承住尋日提到對弱勢社群嘅照顧，而且耶和華嘅看顧甚至包括埋野獸添。而第二個提到嘅週期係我哋好熟悉安息日嘅制度，同樣喺呢部分提到安息日嘅目的，同之前我哋喺10誡裏邊所提到守安息日嘅目的並唔一樣。而喺呢度提到嘅，其實同樣都係對弱勢社群嘅關懷。而第3個週期則同前面嗰2個週期唔太一樣。前面2個週期雖然第2個都係同10誡當中安息日有關，但係當中呢個週期嘅意義其實都係與人嘅生活相關。但係嚟到第3個週期當中3次嘅守節，其意義係直接同信仰相連。第1個節期係除酵節，亦即係直接同出埃及事件相關嘅一個節期。第2同埋第3個節期係收割節同埋收藏節。雖然當中守節所紀念嘅事件係同佢哋當時農業社會嘅週期運作相關，但係佢哋紀念嘅方式乃係要朝見主耶和華，亦即係要將生活嘅週期同信仰去直接聯繫。並且呢個段落最後提到嘅就係有關獻祭嘅直接教導，而呢個亦即係我哋過去幾日喺讀到之前幾段有關律例典章嘅教導嘅時候，去睇到生活同埋信仰嘅教導互相穿插，其實係好相似嘅。其實今日我哋喺現代嘅生活都充滿住唔同嘅週期，我哋無論係讀書又或者係工作，亦都有每一日、每一個月、每年都不斷反覆週期性要做嘅事，而且我哋係一定要跟隨住嗰啲週期嚟完成嗰啲事嘅。而另一方面，我哋信仰裏邊其實都有類似嘅週期。我哋每個禮拜都會返崇拜、小組、主日學，每個月都會守主餐，有大團、靈修分享。而每年我哋都會有2大節期，聖誕節同埋復活節。只不過我哋係咪真係喺信仰裏邊按住呢啲週期而活呢？定係我哋會因住好多唔同嘅原因，不斷咁去打破呢啲嘅信仰週期？或甚嘅，其實我哋嘅信仰每日都有一個週期，就係我哋每日要按時讀經、禱告、靈修。咁我哋又係咪更加容易會因着唔同嘅原因唔信住呢個每日嘅週期呢？咁我哋又有冇發現，當呢啲信仰週期被打亂嘅時候，我哋嘅信仰生命其實直接被影響，變得唔健康呢？
而家讓我哋安靜，諗一諗你係咪有按住信仰每日、每個禮拜、每個月、每年嘅周期嚟使你嘅信仰生命健康成長呢？如果冇嘅時候，係啲乜嘢不斷咁去打斷緊你呢啲周期？而嗰啲嘅事情會唔會比起你同神嘅關係更重要？嗰啲其實會唔會已經變咗做你嘅偶像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感謝你喺創造嘅時候賜下咗周期，使我哋可以按時而活，作息有時，更讓我哋透過呢啲嘅周期嚟紀念你喺我哋生命當中嘅大作為。主啊，求你讓我哋透過呢啲生命嘅周期，同你建立更大嘅結連，好叫我哋能夠喺裏邊敬拜你，喺敬畏嘅當中，讓我哋嘅信仰生命得以健康地成長。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